骨貓總是給人一種溫暖和寧靜的感覺，它們的圓身形和柔軟的吉色毛髮，彷彿帶着自己的太陽光濾鏡。它們大多友好、活潑且愛撒嬌，成為許多貓愛好者的心肝寶貝。骨貓貪吃卻聰明，常常用無辜的眼神融化人心。無論是在窗邊曬太陽，還是在家中悠閒散步，骨貓總能為生活增添溫暖和存在感。它們的存在讓人感受到家的溫暖和愉悅，彷彿帶來一陣陽光和歡樂。骨貓總是能夠在你感到疲憊或焦慮時給予安慰和陪伴，它們的陪伴讓人感到放鬆和快樂。擁有一隻骨貓就像擁有一位永遠在你身邊的忠實朋友，他們的愛和陪伴總能在你最需要的時候給予支持和安慰。無論是跟着你在家中遊走，或是在你身邊打盹，骨貓都能成為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這個繁忙的世界裏，骨貓帶來的平靜和愛意是無價的。讓我們珍惜這些可愛的生物，與它們攜手共度美好時光。骨貓的存在讓我們感受到生活中的溫暖和美好，讓我們一起珍惜這份溫馨和愛意。Today, we have an exciting story to talk about the topic. This news has been making waves across social media. Let's dive in and see what's happening. That's all for today's entertainment update. Stay tuned for more exciting news. See you next time.